后来为了要减少喷的量，政府鼓励民众伫厝做环保，去买一台这种喷的处理机，凊饭凊菜甲倒落处理，就会当变堆肥。要过一台机器都要1万至2万块，这条钱民众是不是愿意开，阁是一个大问题。厝内食袂完的凊菜变成大喷，除了等去粪扫车以外，其实也阁会使摕来利用。各种大喷等的这个桶啊，一工了后，竟然变成是咖啡色的粉，还阁会当摕来堆肥。其实这是大喷专用的处理机。大体上是从日本开始了，在2000年的时候，日本就已经处于禁养，所以它很普遍的使用这个。但是目前国内因为这一次的猪瘟的事件，我们发现是个契机。政府鼓励民众伫厝动手做环保，不过大喷处理机一台都要1万到2万，不是大家拢买得起。我们就可以马上把厨余的臭问题解决掉，而且不用去追垃圾车，而且产生的堆肥可以用在家里的盆栽做植栽。环保署鼓励民众，嘛希望会当透过机加简单的处理，降低大喷量，为环保尽一分的心力。